家里金堂店，五朝王教大殿，最后一天烧王船。烧王船，10点多就要来这边等了啊，还没有11点就要做火化了。很多神教正统啊，要绕好几圈哦。7点多开始对一直来到这。哦，感恩啊，我们这文史工作者林先生啊，江金林先生，江金林啊，林将军啊，哎，江金乡的人啊，林书记先生。哦，还有那个宗教活动的很多。网络搜寻林书记，还可以找到很多影片啊。YouTube 搜寻，哦，那个风在滚啊，风在转啊，哦，好像剪了，从剪风一样，小小的，风在剪。哦，你看，哦，温度变化也在剪风。风在转动，哦，在剪，你看，哦，空气温度变化，结果会剪成那个螺旋，这样剪风。家里金堂殿，五朝王教大典最后一天，烧王船。10点半过后就烧王船，很多神教正统都要绕圈子，绕好几圈。哦，已经超过11点半了。哦，你看风在剪了，好像剪风一样。哦，温度很高。注意观察那个热浪，温度很高，那个空气波动。哦，你看空气波动那种热浪。
乖好，乖好，乖好。啊，请问这偌久要烧？